咱做要来咱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是34首，34首，啊，第二首是330。差不多是这个字，吼。啊，然后迄个曲的所在，第20个歌的所在，迄个音，可能咱唱好正吼。第二段的所在，咱搁大一遍吼。第二段。第二小节的地方，第所在的音乐，就无较稳吼。啊，这是第34首，咱第40个歌，第30个歌词，搁尾头唱一遍，看第30个歌词，尾头唱一遍第30个段，咱这个来听。咱要怎么唱？我最地道、点点，最回应心。咱还是看30个歌词全首。Thank you.
那我希望大家，将你的心最平安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请咱礼拜心开始。着对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着立志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何况伊比所有的神，阁应该受着咱的敬畏。咱请起立。咱做阵来念信息第34首，信息第34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
圣经来鼓励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天地，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信仰，咱的主，伊对圣经朝拜，对你的这种爱要实现，因为要为了得人来属透，对信的信来造和服务，对上帝对信仰的话，以及他这一专人的上帝的话语，因为对了把心话还给信仰，我信信信，信我们的话语，信我的生活。所以下面有给我另外我们阿妹，请坐。这是咱来体验文第6篇的信息后面，体验文第6篇，也是诗篇第23篇，我来体，你来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予我倒咧青翠的草坡。予我灵魂精英。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道，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咱做伙同心来祈祷。阮一个宝座顶的天父上帝，你的囝儿，阮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来懊恼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是万民荣耀、公义、平安的神，你是赐阮原谅的神。天父上帝，阮要来唱歌来懊恼你，阮要开嘴唱歌来懊恼你的大慈名。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紧带保守阮家己的脚步，但是拢甲阮伫地。主啊，感谢你赦免阮一切罪过过犯，互阮的遇到耶稣来成做一个新的人。阮的主啊，会遮阮恳求你，由你来使用阮人口教会，互阮会当有份来传福音。主啊，你毋是干那叫阮教会人，主啊，你嘛要得到你的其他的百姓，毋管是讲台语的、讲客话的、讲国语的，主啊，无管是啥物人，你拢听通，你拢来甲拯救。主啊，阮请你来使用阮人口教会，互阮伫遮会当有主得到即个所在，有主来得到敬拜神。互阮诚做恁人口做正面的祝福。主啊，阮嘛要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你亲手来甲医治伊身躯的病痛，嘛安慰因艰苦的心。恩典怜悯的主啊，阮当中有欠缺、有烦恼的、有心来郁闷的，主啊，就请你来甲因帮助。互因的心会当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主，阮多谢你，因为毋管阮是安怎的人，你拢来听从阮，你拢来听阮的祈祷。即是阮三甲用主，更是阮的主导文来祈祷。奉你的名是，为我的明白，你的旨意变成，你的意志成天，我的心来祷告。下面我的口骨，请求我的下面我们的人，我的话语是，对我的大别看，与我关联的各种情况，大家一起。阿门。
利书第1章第14节到15节，罗马利书第1章第14节到第15节，我来读。无论迄年，也是凡人，聪明的，也是有妄的，我拢欠伊们者，所以伫遮我拢袂变，要用福音传互因踮伫咧罗马的人。咱即时请信歌队带咱来学录，学录线咱请罗牧师来甲咱感动。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咱的上帝带领吼，今仔日咱邀请到罗牧师来到咱的中间吼。今仔日特别是咱为着客家中会吼，客家宣教吼，中会的宣教，伫遮来做请安报告吼，以及吼，所以罗牧师来到咱的中间。罗牧师是我新学院的学姐，吼，是我新学院的学姐。即个有人顶礼拜问牧师讲，牧师咱哪会请副总统来？哦，毋是啦，毋是倒摆的，毋是，是大德庆牧师，毋是大清德牧师，所以这咱爱搞清楚了，最近咱教会伫即礼拜、顶礼拜、这两礼拜，咱即个4月份的时阵，咱有讲到一个真重要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苦难会临到咱？为什么会有苦难？即件事。我相信即件事对你罗牧师的心上搁较深的经验吼。我会记伫13年前，我还阁伫放假教会最后1年的时间，突然4月25号发布一个消息，国道3号3.1公里处有山崩。我毋知13年前咱阁会记即件代志无？咱的师长迄阵罗牧师伫咧中山教会、嘉南中山教会咧牧会。礼拜结束了后，师长还阁有工作伫咧台北，所以伊就开车，礼拜煞了后，开车要去到台北，无拍算伫咧国道3号3.1公里的所在，山崩，所以咱的师长嘛伫咧迄个内面。即期咱的教会公报第8页，拄好有个采访罗牧师，所以而且咱会当去参考。对伫苦难的过程中间，我相信罗牧师有真深的经验。感谢上帝，今仔日罗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为着客家中会宣教的时间来做报告以及讲道。咱会当对罗牧师伊的经历，对伫宣教，对伫亲自的经历来得到最的帮助。咱即马就将时间来交互伊。各位姊妹平安。我是大德庆牧师，大德庆赖德清，毋是赖清德。感谢上帝，咱今仔日我是有主伫客家，我将今仔日训练站搁听一摆。咱来读一下华裔加配音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無論對物嘅人，迄文明人也迄盲開發嘅，迄聰明人也迄愚妄嘅，我攏總欠伊人嘅債，所以我迫切愛將了福音，要傳給你們在羅馬嘅人。”這是配語啦所以我即馬同你講你呀，你通會識無？通就是聽啦，你通會識無？你聽有無啦？你講愛就是我愛通毋識，我聽無愛通識，咩？我聽有咧講愛通會識，愛通會識。所以咱你客語伊是無介困難，咱有一寡客語咱台灣嘅咱客語，台灣嘅有河洛話，有客語，有原住民嘅話，都是台灣話，咱會當加學一寡台灣話，會感覺真好咱用福音的者，咱今日训练就讲，无论聪明的人、愚妄的人，咱拢欠伊福音的者。保罗的意思是讲，我传福音，亲像我欠人的钱共款啦。迄种迫切的心，亲像我欠人的钱，讲明仔日即摆你欠人的钱，你暗时困才会平安啦。所以你着爱行即个者，行福音的者。所以使徒保罗的意思是讲，我传福音哪亲像欠福音的债，安尼迫切。因为确实，我是安怎有即种迫切的心，是因为我确实福音的对来要互人对迄个送献的心得到丰盛的信仰。因为我有即种确实，我着哪亲像欠人福音的债，真是迫切，真是有信心、肯定来传福音。保罗传福音的态度有2项。
第一，伊家己是罗马的人，所以伊讲我会传福音嘛，伊对罗马人特别心爱就亏欠，伊淡淡，所以伊就拉亲就欠福音的债，欠债共款。各位兄弟姊妹，咱拢台湾人啊，咱是台湾人啊，咱来徛去林口，咱就是林口的人啊，咱是毋是对即个所在？对即片的土地，咱有迄种的重视。第二，保罗伊讲传福音是尽我的本分啊，咱今日圣经在讲，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了。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讲，我是尽我的本分，尽我的困难啊。各位兄弟姊妹，主要说袂去要求咱做袂到的代志。做袂到的代志，主袂甲咱要求啊。而马太福音里遐有主要说讲着一个，譬如讲，即个主人吼，即个萝卜，有人互伊5000个银仔一个，2000银仔一个，1000银仔，互伊去拍拼生看，即个5000个生5000出来是2000个生2000，主要说落来学了讲，即个主人讲，你是忠心个善良的萝卜。良善搁忠心的萝卜，伊讲迄个1000个个，迄个涂骹甲乌几甲抬落去啊，甲抬落去，所以讲无生看。即个主人讲你是足稳当啦，你是稳当的萝卜，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是尽咱主要说互咱的稳定甲温顺来传福音，这就是咱的本分，是咱的本分。好，我今仔日。客家，咱今仔是客家的宣告。客家是啥物意思？现在有人会讲，迄是专有名词吼，迄客家是专有名词。我今仔就甲大家解释，有一群人经过战争、风土生存，甲其他的族群，还有真侪的征战，离开家乡不断迁徙，找到一个所在安居乐业。所以讲，伊叫做客家，迄是本地在地人讲伊是人客啦，所以伊叫做客。所以叫做客家哈。那客家叫做客家，是因为相较于原住民甲荷乐较慢一点啊，来到台湾，所以本地的人伫遐讲你是人客，你是人客，所以客家。客庄伫传福音顶端，有时有人感觉伊是土真丁无容易入去的所在。各位兄弟姊妹，因为咱的关心甲支持，咱会拍拼。咱三个人就拍拼，互客庄伫遐多个福音的图定图，伫遐伊要互咱伫遐要三个来传福音。客家人也无过是人客，咱嘛欢迎伊到咱的教会，甲咱三个敬拜上帝。伊是上帝的家的一份子，上帝的家的人，伊是咱的兄弟姊妹。咱的中间无人是人客，咱每一个人拢是主人嘛，无人客啦。伫上帝家，咱就是一家人，咱是兄弟姊妹。而且我要用一点点仔时间来大家介绍客家的文化。一点点仔时间吼，伊是讲民以食为天啦，民以食为天，所以吼食是食讲上大啦吼，所以客家的物件有一个重点吼，就是较重味，食一点点仔菜就咱食真济饭，食落去吼足有元气。伫遐有蛋白质，伫遐会当做工课，足几力，恁真几力，咧拍拼，真几力，所以这是客家的菜的，伊的中心点吼，咱来看客家的菜，什物菜？酸菜猪骨汤。咱台湾上开始食北来的是客家啦，就爱规只鸡吼，规个拢甲食落去，袂使讨济，因咱足咸的啦。酸菜猪骨汤，这北来吼，梅干扣肉吼，这安尼足咸的吼，食落去足落饭的吼。葱爆鱿鱼，也叫做客家小炒，那个杂鱼馆啊，就是客家传入来的。咱来看，姜丝炒大肠，哇，这嘛是北来的吼，天气差大长，听过食吼。客家咸猪肉，伊讲客家，你就知伊本来就是对客家传落来。客家咸猪肉，这嘛是做落去的吼，这就是客家，这拢是客家的菜吼，伊就是重味，好食，互你食了。配足侪，食足侪饭，安尼就有元气。客家擂茶，客家擂茶是啥物呢？咱就是讲迄避风啦吼，啥物件参参的迄避风，我甲恁讲，迄原来是因为客家人足欠的，
厝内呢，土豆剩一点仔，地叶剩一点仔，红豆剩一点仔，绿豆剩一点仔，这物件通拍算呢，拢总甲硬硬的甲人做伙吼，泡滚水食就好啦。安尼嘛是足营养呢。哦，拄开始是安尼，后尾落来发现讲，哦，这土豆粉吼3分，啊，你绿豆2分，啊，这红豆1分吼，地叶啦半分，啊，甲人落来吼，这比例拄啊好，足好食。所以后来他就有了一个比例，一个正确的好的比例，就变成比衡嘛，所以叫做安尼叫做擂茶。啊，这个擂茶前嘛叫做擂茶，因为你家擂的过程足忝的啦，其实是好累啦。好累的茶啦，哈，是好累，所以到尾讲叫做擂茶。哎，咱有了解吗？哦，客家擂茶即摆足好食哦，但是伊本来是安尼啦，吼，对，嘛是足营养的。土豆油吼，我甲大家讲，土豆油咱即摆定食足芳呢。我甲你讲，迄是客家的先民所发明的。迄土豆吼，用迄石头甲拣油山走出来，足芳的啦，所以咱炒菜呢。啊，这用迄石头吼，就爱用个圆才好拣啊，吼，圆安尼甲拣，哪亲像车链共款，安尼迄叫做油车啊，油车啊，所以啊，这个土豆油吼，是这石头安尼甲拣出来，这是咱的先民的技术，先民的技术所做的吼。客家食鸡啊，你若去鸡啊吼，鸡啊庄吼，去客庄吼，伊拢甲你。你食鸡啊，鸡掌啊，鸡蹄啦吼，对，我今仔当时咱客家庄咧做诶鸡肝吼，就爱去看吼。客家诶鸡啊吼是足好食诶吼，伊迄个连皮啊、籽拢食落去吼，是非常营养吼，也减肥了嘛吼，止咳化痰吼。客家的鸡姜、鸡肠，客家花布，我们今仔穿咧。新的啦吼，但是客家话伊的起源，我即摆甲大家讲，伊的起源吼是因为客家人足欠的，即块布足大块，啊一块吼破去1/3破去啊，佮2/3个好好，甲迄个破去的吼甲加掉啦，啊即块嘛就是1/3坏掉了，这甲加掉，啊这两块佮甲停做伙，啊这佫会当佫穿呢。所以咱去用呢，咱就足欠的吼，迄布破一块啊，袂使拢烂掉。啊，咱即摆吼来讲叫做拼布，变艺术的吼，变艺术。拄开始是因为足欠的啦。啊，所以客家花布吼，遮甜的，啊花，所以叫做花布啊，花嘛。但是今仔日的花布拢是完整的哦，吼，今日花布拢是完整。这是客家花布的来源，哦，恁看，这个是传统的客家花布。啊，咱即摆政府推广油桐花，吼，油桐花，但是最上早开始是种花啦，吼，牡丹花这种花，客家花布哈。所以啊，你即摆台湾的文化是客家的文化，河洛的文化，原住民的文化混合叫做，就成做咱的台湾的文化。咱客家的文化。真要紧，有一个叫做应景精神，红本足定啦，硬劲，红本足定就是足坚持、足坚强、足坚定的。哦，这是客家的精神，但是这嘛是台湾的精神哦。咱台湾的精神内底有一个足好的部分，就是虽然拄着困难，咱要勇敢向前行。迄种的坚定的精神，就是客家的精神。所以咱台湾的精神内底有一个真宝贵的混合内底迄个客家的精神，硬劲。迄种坚持、坚定、无讨厌，绝对要勇敢来拍拼，迄种的精神啊！咱的客家应景精神有勇于去精简、适应力、敬老尊贤、刻苦耐劳、坚持拍拼、坚定奋发，这就是客家的精神。我相信这嘛是非常的宝贵，咱的台湾的精神，大家保持下去。好，各位兄弟姐妹，咱咧含大家做伙来，一摆来认识客家人。咱想要要用客家人来传福音，咱想要要甲客家人传福音，我要喊大家做伙来，搁一摆来回想，咱来熟悉客家人。第一，客家人需要神的丰盛的生命，需要上帝丰盛的信仰。客家人最欠的是安怎呢？因为拄开始吼，河洛人吼，咱河洛人是大众啦，咱主流啦吼，人上济啊，所以甲迄个原住民甲客家拢赶去迄个草地的所在，迄个较贫瘠的所在。啊，伫遐客家你生存困难，所以呢就足欠的。吼，咱即顿食了后顿有通好食无，所以就爱欠嘛。啊，所以即种的精神其实有
迄个无欠缺的真芳的营养、生活营养，行行，惊无通好食，惊欠缺迄种的营养。今仔日今天客家人已经不穷啦，你所熟悉客家人拢讲无通好食，逐个拢真好势，毋过嘛是搁足欠的，因为迄是心里面的贫穷，心内送向，甲迄个过去历史的营养。今天咱要将福音传互客家人，伫上帝内底已经得到安全感啦。迄个过去已经过去啊！伫上帝内底做诶保守，要将迄个丰盛的性命，迄个丰盛是灵魂的丰盛，性命的丰盛，伊也是咱的生活的丰盛，要互咱得到安全的感。所以咱要用客家人来传福音。第二，上帝赏赐的平安，要互客家人得到真正的平安。咱着去客庄看吼，客庄做一迄宗祠呢，淡热菜，迄种的宗祠，迄是拜祖先，毋是拜神灵。你去客庄看到迄种的庙，遮淡，伊是规个庄头、规个里、规个区的迄个姓淡的人，的祖先拢去做伙来拜。即香火钱咱做伙来分摊。所以若说有人要信耶稣，大家足生气的呢。你是无要斗出钱啊？因为香火钱是大家做伙出的，你是无要出钱啊？都非常的无欢喜呢。咱荷兰人嘛是伫厝内有一个神明桌，伫遐拜祖先。神明桌有当放伫大厅，有当放楼顶有当一个房间，伫遐拜祖先。你若信耶稣，你的厝边隔壁袂受气，迄恁兜的代志。迄恁兜的代志，伊袂生气，但是伫客家特别即个宗祠的传统，互咱的传统因得到真大的主动。但是想到即个宗祠，是因为心内无平安啊，需要靠祖先来甲咱保庇啊。心内无平安，靠祖先来甲咱保庇。信耶稣要互咱对迄个惊吓中来透放出来，要对迄个鬼神的捆绑中来透放出来。所以客家人是特别需要上帝赏赐的平安。你将迄个祖先嘛好交互上帝来保守啊，毋免搁逐工你都要互伊食啦。祖先你是互祖先食，爱来烧香互伊通好食。无伫上帝内底要得到真正的平安，迄种的平安要互客家人得到安全感，要伫迄个鬼神的透绑、捆绑中来透绑出来。第三，从生命传承得到神的祝福。客家人需要从生命的传承，上帝的保守得到祝福。咱毋通想讲客家人吼，伊足可怜的，其实吼伊无可怜啦，伊是咧将所有的资源，每一个家庭拢将所有的资源拢放伫迄个囡仔的身上。所以咱伫美容吼，咱有看到一个进士街。即间进士街就是讲，咱即间美容吼，咱即客家的所在，美容吼，客家的所在出足侪状元甲进士。因咱客家人吼，咱的生活虽然无介好，毋过咱就是爱全心全意来栽培咱的囡仔，互伊出人头地，互咱的家族的命运来改变，所以咱就互伊读册，互伊求取功名，这就是客家人的心理哦。凤鸣，花莲的凤鸣有一个校长之乡，即种纯粹的客家的所在，出足侪校长呢，囡仔就爱互伊读册，啊，伫遐好，到尾才做一个校长，哦，规排的校长安尼。你看客家真偌尔用心的栽培囡仔，但是咱今仔日讲，只有将囡仔带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会得到上大的祝福啦。毋是只有靠咱这家长咱的钱财来栽培咱的囡仔，咱都要家己带到主耶稣面前，要得到上大的祝福。咱传福音讲，圣经内底讲，带囡仔来到主耶稣面前，要得到上大上水的祝福。感谢上帝，信耶稣要得到永生嘞，毋是只有一时一阵嘞。咱重视子孙，咱客家人重视子孙，但是圣经内底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咱要问咱的囡仔真聪明、有智慧，就爱甲伊引传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才是生命传承上大，咱做士大人上大的祈祷，甲上大的上好的祝福，对子孙上好的祝福。所以咱要向客家人来传福音。
各位兄弟姊妹，这是我画的图吼，我毋是客家，我毋是迄个画家啦吼，毋过我画即个图意思吼，咱即个台湾吼，咱有国族群吼，我将上顶端画一个七星山，咱有七星洲的台北中会中画一个油桐花吼，咱规中国规片拢是客家吼，我家己住伫关西吼，客家中会事务所伫关西，关西你若甲问吼，讲你倒位的啦，伊讲我关西人啦。安尼伊就100%客家人，讲我关西人，安尼伊100%客家人。桃竹苗一带在地人拢客家人100%，只有伊是外地来的，外地迁出来，伊才有可能是别人是荷兰人还是原住民哈。下面这个是我南部来讲台湾啦，有开放下面对，咱台湾伊就长老教会，咱来传福音，每一个族群拢共款要紧。咱爱相共来努力吼，咱每一个族群拢，咱像即个拼图吼，无一角会当欠啦。拼图就是爱规个拢总安尼调整，安尼就是上帝所欢喜的，咱所做的讲上帝所欢喜。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请你用你的衫巾遮看我，因为你是我的近亲。这是路加为着甲普拉斯讲的，请你用你的衫巾遮看我，因为你是我亲情呢，你是足近的亲情。其实过去台湾荷兰人，台湾的客家人甲原住民住足近的，足侪所在拢住足近的啦。咱伫屏东迄个所在，嘛足侪原住民甲客家住足近的，伊拢慢慢同荷兰人赶去迄个偏僻的所在。咱真侪所在花莲吼嘛是足侪，台东池上遐嘛足侪客家人甲原住民住足近的。咱敢有相信？迄个中部南投遐有一个叫做东埔温泉，你有去佚佗过无？东埔温泉吼，温泉吼，东埔教会是咱长老教会的布隆总会吼，迄个东埔人东埔教会。但是东埔教会，我去拜访伊，伊甲我讲吼，阮的教会吼有一个客家小组，阮的教会有一个客家小组大几个啦。伊讲我的客家，即个布隆族的教会，伫迄个东埔教会，我内底有一个客家小组，表示讲，即个客家甲原住民住足近的。毋过咱的政府吼，也是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原住民是非常的重视，文化甲语言。毋过咱客家差种远的啦吼，差种远的，希望咱会当对客家的文化甲语言嘛会当三甲拢真重视。感谢上帝，所以我讲，你是我的亲情，吼，请你着用你的衫巾来遮看我。这是我画的图吼。什么人是客家人？我想咱中间有几个人，我是，伊是，我毋是，我2%，我1%，我6%。我甲大家讲，今仔上要紧的毋是血统啦，咱就毋是9啊要提出血统的证明嘛。上要紧的，你有一个听客家灵魂的心，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你有一个爱客家灵魂的心，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你就是我们的弟兄，就是我们的姐妹。各位兄弟姐妹，为什么我讲咱欠客家福音的者？为什么我讲你欠客家福音的者？为什么我讲咱欠客家福音的者？咱来看哈，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宣导，咱来看，2022年，咱的教会数。本地教会有757间，原住民教会有540间。教会数，咱的教会数拢有2297间。咱来看吼，遮若准将即个本地教会吼，咱来甲迄个花莲的凤林啊、台东的池上啊、屏东的内埔啦、德产啊，甚至中华迄个中立啊、东势啊，遮客家的教会吼，伫本地中会内底，拢讲我刚仔起来，因为本地中会内底啦。刚刚起来，客家中会有20间啦，20间吼。安尼刚刚起来拢总嘛算40间，算做40间。但是咱的荷兰教会阁有717间，咱的原住民教会有540间。咱来用咱台湾族群人口来甲算，台湾上济人是荷兰人啦，第2就是客家，第3才是原住民。原住民虽然是这个州境吼真健全，分支很多。分很多的族群不论阿密斯这些，但是伊的总人口数不是那么多。第2多的是客家人，客家人有400多万人所以简单的来看，咱的客家的教会是这么
少啊，咱客家教会是真少。咱的人口统计，台湾1/5的人是客家人，5个里面有1个是客家人。我们有400万的客家人啊，400万啊，占台湾人口的18%啦，是台湾第2大族群。但是信主的人口只有6%，信主的人只有6%。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七星中会有89间教会，台北中会有99间教会，新中会有53间教会，台中中会78间，台二中会75间，台南中会85间。我阁讲一摆，客家中会20间教会，寿山中会74间，高雄中会66间，屏东中会41间，彰化中会43间。咱来看这教会数，客家中会20间教会了。因为客家教会真慢开始，咱台湾基督教教会伫客家族群的宣告，足慢才开始啊，真慢才开始。我来问讲，咱的中会设教是几周年啊？设教就是开始做宣告的时间，咱的中会开始做宣告的时间是几周年啊？这个中会跟台北中会是兄弟啦，我们是兄弟吼。这个中会跟台北中会拄进站啊，才庆祝70周年，庆祝70周年。我前面收到阿美士中会的邀请卡，伊讲因的阿美族群啦，阿美族群就是阿美士、西美、东美，这拢是阿美士吼。3个中会拢是阿美士，因要庆祝90周年哦，90周年哦，比咱台北到现在佫较久呢。哦，现在咱就做完自己的宣告呢。客家中会偌尼久啊，15周年啊。咱台湾基督教教会开始做客家的宣告，15周年啦，15周年吼。咱的中会到底是设到几周年呢？寿山中会50周年，彰化中会53周年。1930年，高雄、台南、嘉义、台中升格，做伙升格做中会，因设到92周年啦。这个中会设到92周年。我阁讲一摆，客家中会设到只有15周年。所以咱伫客家的灵魂的拯救，客家的宣告，咱真慢才开始啊。所以咱欠客家传福音的责，咱欠客家灵魂的责。我遐现在客家中会只有15周年，是众兄弟姊妹中上美色、至美色，是咱至美色的兄弟啊。但是15岁少年啊，15岁的少年人啊，你若无营养吼，无营养。甲伊栽培，伊嘛会大汉啊，伊嘛会臃肿啊。养分一个大汉去臃肿，有一天会当成做咱的外壳啊。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客家中会毋望咱会当关心咱三个，为着传福音，咱也毋望伊会当臃肿起来、大汉起来。咱2022年吼，咱台湾基督教教会咱的经商会的这个表格吼，这就是咱经商会，就是讲，比如讲咱南投教会的经商会，咱1年的经商会收入，咱的规年咱的奉献的收入偌济，就是咱的经商会的收入啦。我即摆这个表吼，就是咱各中会的经商会的收入，你安尼看花花啦，我知你看花花哈，我见安尼花花看到啦，花花看到。这是经商会甲负担金啦吼，负担金就是咱教会总会的负担金。我安尼整理起来，你着看吼。我从前简单的，上多是7000中会啦。等下中会甲7000中会其实差无偌济。7000中会是3亿2000万，所有这个教会89间教会，所有收入的经商费是3亿2000万，全部的教会加起来了中会。屏东中会是倒数第3名哦，倒数第3名是1亿1000万。咱的东部中会倒数第2名是7500万，客宣中会、客家中会是3400万，第1名倒数第1名是3400万，所以咱就看着客家中会伊的经商费伊的收入是7000中会的1/10，拄好1/10啦。所以互咱了解这个各中会的财务的情形。过去啊，草地所在安尼就算了啦。草地所在，桃竹苗这草地所在，客家中会是桃竹苗这大片的客家嘛。过去就算了草地嘛，但是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客庄聚集的所在，桃竹苗这个所在，客家中会的教区，以前这些穷乡僻壤的所
帝给咱的机会哦。过去穷乡僻壤的所在，今天已经欣欣向荣了。我们知道桃竹苗现在的房价、地价都是节节高升啊，节节高升。过去迄个风高压外的所在，现在众所瞩目，兵家必争。众所瞩目，兵家必争。我来讲是什么意思呢？所有的教派，拢看着桃竹苗。过去这个真荒凉的所在，教会真少嘞，因为人真少嘛。即摆各教派拢要去设立教会，汉庙都要去起庙，因为毋是只有咱有看到，别人嘛看到啊。所以各教会、各教派拢要啊开设教会。咱客家中会嘛袂使伦理，咱嘛袂使，咱袂使无做。传统的事工，咱袂使伦理。我来甲大家讲即摆，咱来回想人口甲就业甲宣导。大台北的人口其实咧减少，其实咱嘛知影，其实毋是大台北，是全台湾人口拢减少啦，因为咱囡仔生伤少吼，所以咱个少年拜托咱爱生啦吼，咱囡仔爱生吼，全台湾的人口拢在减少，但是新店科园的人口增加了，新竹桃园的人口增加了。桃园的人口2022年增加了19770人呢，增加1万，差不多2万个人。台北市减少42623个人，所以咱就知影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那些新兴的社区，因为台积电的管理，有很多人去那边工作，这些高收入的人口。这100-200间的这些公司，上下游的公司，就侪人去遐食头路，他住伫迄个所在，所以人口这么济，毋是讲讨厌的人是对人生囝生较济，毋是啦，拢搬去遐住遐上班啦。全台湾的人口都持续的成长，但是科技园区的房价是非常的支持的。台湾连3年人口都是负成长，所以台北市因为安尼减一个副市长，少了一个副市长。但是呢，桃园、新竹、苗栗呈现正成长，这是真正的统计，就是因为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所以人口就增加了。各位兄弟姐妹，兄弟们好，咱人看见客家，我们要为主得客家。今天这些客家的地区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但是他们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我们是要用信仰的眼光来看的。咱毋是看到迄个趁钱的所在，咱要看的是传统因的负担，好因的济。咱看见客家，咱要互人，咱大家看到客家，毋过咱要为主的客家。我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啊。所以咱要赶紧去遐做福音的工作。好新埔咱去遐参观吼，咱就对迄边仔行，你就发现迄个青埔高铁去做者高楼大厦。去有够济新竹高铁，你去竹北看吼，迄新竹高铁站咧竹北，去足济次，足贵。台积电新竹科学园区改变了这样所在的面貌，各位看，已经连宣教已经紧密锣鼓了。桃竹苗空旷的地方，因为本来教会所真少，各种派拢即摆要伫遐要开拓教会啦。各位看，即摆咱客家教会嘛是爱去开拓教会。这是上帝国的财产呢，咱就爱伫遐来拍拼来做宣道的事工。今仔日无做，将来一定会。那我们要为主赢得客家，赢得上帝国的产业，咱要为着主来得到上帝国的产业，请咱三角来大个甲努力。客家教会伫8年来开拓教会，咱8年来都一直咧开拓啊！吼，咱这地区一直咧繁荣。咱8年来开拓德胜，就是苗栗头份开拓一间德胜教会。咱桃园平镇开拓一间平安镇教会，平安镇。咱今年要开拓琼岭嘛，咱今年要开拓琼岭教会。各位看，因为咱台北市吼要开拓教会无简单啦，因为咱台北市拢做密集啊，教会一定做密集，就是桃竹苗这个所在不足空旷，佫有机会通好开拓吼。对，阮即摆已经甲即间厝甲买起来，这是迄个透天的吼，透天啊，甲买起来，即摆要装潢啦，即摆要装潢吼，即摆透天即间已经甲买起来，要装潢，要食做一间教会，要食做教会吼。所以看，因为最近已经超标1380万了，1310万。
我们下个月要交屋，然后后天2层87平要装潢加，所以到了8月要开始礼拜，请咱为着这个代志来参加来关心。我邀请咱大家，客家的宣告开通的时间，会当3到5分伫天父的投资。我毋茫有一拍电话是你甲点到，我毋茫有一片叶是你甲油菜，我毋茫有一块砖仔角是你奉献出来的。我搁一摆，我邀请咱大家，会当有分伫客家的宣告，客家灵魂的经历。我毋茫有一拍电话是你甲点到，我毋茫有一片叶是你甲油菜，我毋茫有一块砖仔角是你奉献出来的。投资咱着趁机会啦，天国的投资机会难得，客家灵魂的投资咱。要幸福伊要济，咱嘛要诚济鼓动。伫都会的所在，咱要搁开设教会无容易啦，就款咱人拿口嘛无容易啊，到大北市拢无容易。但是投资苗是足空旷的，社区呾咧成型嘛，呾咧成型的时阵，所以咱要伫遐投资真力到骨力，要来开设新的教会。各位咱的即位人，我伫遐讲着宣告咱的心愿吼，咱大台北地区。咱台北中会，搁七星中会吼，咱像人来头啦，这头最要紧的咧，头是咧带人的吼，头是真要咧头安尼头。咱的中南部，亲像人的身躯共款，身躯有骹啦，有手啦，有胃肠啦吼，这拢真要紧。不过咱客家的所在吼，这个地理的位置，哪像人的心中呢？咱的这个所在，头主苗啊，像人的心中呢，所以咱的心中，咱的宣告心中就爱强嘛。咱的心中若强，咱的全台湾的那个福音的动能啊，就会很强的带动我们全台湾。所以心脏要强，上帝的能量、圣灵的力量要带动全台湾的跳动，跳，好，不断来跳动。所以咱就爱激起这个头主苗的所在，可以来宣告。各位兄弟姊妹，咱。中间有人是客家人，有诶毋是，有诶是荷兰人，有诶是原住民，有诶人讲我3分之5分之7分之，不要紧，血浓于水，血浓于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仔日无你看，你去看你诶族谱，你若古，你若金，你若祖吼，是物人跟客家嘛有结婚嘞吼。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同心同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一起。来努力。我搁一家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我们是一样的啦。我们台湾，我们都是一样的。我讲台湾话吼，英语甲美语甲西班牙语是同一个字根咯。所以因咧讲学英语的，英国人学美语，美国人学英语，足简单的吼。西班牙语也是，因为有同样字根咯吼。学英语的人拢知影。不过我甲你讲哦，客语甲台语甲客语、台语甲华语也是同样字根的，你们有想过吗？我讲一个简单，互咱中国食较足澎湃，澎湃这是台语呢。客语讲按澎湃呢，按澎湃呢，意思共款，伊是讲澎湃啦。啊，咱台语讲澎湃，安尼是有共款无啦？吼，你讲你着行路，你着细字哦，这是台语呢，细字吼。啊，客语讲着爱细字哦。爱细哦，爱细字啦，安尼有共款无？啊，你食饱咧？啊，客语讲吃饱无？吃饱无？安尼有共款无？吼，是拢足共款的吼。咱哋，我知咱会晓讲迄句西妹暗讲，西妹你照字业看细妹，咱客家拢妹啊，细妹，西妹暗讲，小姐你就是了。其实照字义上也是非常的像，所以客语甲华语甲台语是。同样的字根啊，是非常像。然后来客语哈，大哥无事讲着13年前的代志哈，13年前我到3号的早餐的时间，对我的家庭是真大的变化。不过我伫遮咧，搁一摆甲大家做分享即个事故，我真多谢咱兄弟姊妹对我的家庭的关心，会当互我面对即个咱会当有开甲继续来互师主。所以，而且要甲大家说多谢，咱吼会当继续互相相对，这是已经13年啦，吼，快吼足紧啦。阮的家庭有经过真困难的阶段，不过上帝允许我，伊会了解真安尼。这是我伫总会就任的时吼，伫总会就任客家干事的时的相片吼。
迄个落落，迄个是妹妹啊，哦，迄个 A， 迄个姐姐啦，吼，对啊，吼，迄个姐姐即摆做无输赢咧，吼，迄阵伊读大学尔，爸爸过身伊读大学尔，毋过即摆做无输赢啊，伊即摆伫补习客家会当去做无输赢，感谢上帝，多谢大家对阮的家庭有关心甲带动。四三归心体，就是中午了，请我去做客家的上班。迄阵四三归心体3年，爸爸讲，我问我的爸爸，我爸爸是客家人，我问我的爸爸，爸爸讲会当做客家的时间，咱会做生意真欢喜呢，所以你来互主来用哦。好，兄弟姊妹，我嘛直接勉励咱，若主咧用你，你着爱互伊用哦。感谢上帝。四三早上的时间，互我的体会就是咱的人生真短。咱的人生真短，咱会当互上帝使用的部分，会当甲主进入主的永生。咱互上帝用的部分，会当进入主的永生，非常宝贵。咱伫世间为着家己做真侪代志，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事业，为着咱的健康身体，咱做真侪代志，这拢真好，这拢真好。咱会当享受着即个世界的快乐。享受着世界的快乐，毋过遮一段时间过去，段时间过去，伊就哪一就云啦。圣经讲啊，一就云，互风吹就散去啦。互风吹就散去，过眼云烟啦。遮个物件拢会过眼云烟，只有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会甲主相甲进入永生。感谢上帝。啊，这是迄个早上的事情，伊后来诚做世界的剑桥大学第7学的。国际的书籍的封面，就是讲这个事件，伊的对咱的边坡的维护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到尾咱的边坡拢维护得很好，是一个突破性进展。我感觉世上的信仰会当互上帝来使用，真是非常的好。各位兄弟姊妹，互上帝用的部分是咱人生的精华。如果你互上帝用，迄个部分就是你人生的精华。会当甲主相甲进入永生，所以你着爱把握机会。我搁一摆邀请大家，你是台湾人，请你关心台湾的状况。你有客家心，请你关心客家灵魂的时间真宝贵。就是你来，我拢是拍拼咧做工，我做上帝工足拍拼啦。因为我感觉时间非常的宝贵，咱毋是讲一直拢有机会嘛。我直接甲大家分享客家的名言吼，天空都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天空落雪。天空啊，落雪啊，美啊，带到你嘛，带到杭水边，杭水呀，强又强。再分享一首歌哈，这首歌是2个爸爸，我会常听所做，因为爸爸过身去，到即摆，伊体会着上，虽然爸爸无伫咧，毋过上帝即个爸爸在咧照顾伊，所以一首歌是伊写的。词曲都是他自己做的。咱好上的这个爸爸，我相信爸爸节是咱中央嘛，足侪人无爸爸，毋过你毋通袂记你个上的这个爸爸哦。感谢主，因为咱是共同这个天顶的爸爸，咱才诚做上帝家的一份子，咱才做上帝的，咱的上帝的家的家人，咱才是兄弟姊妹。因为咱有同一个爸爸，咱才是兄弟姊妹啊。所以这首歌我要甲大家分享吼，2个爸爸。我唱客语吼，因台语讲话你毋过我唱客语。南无相爱呀，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上，一个同爱永留，一个看不了解的路，阿爸的爱。
客语圣诗最后一首，这一首歌是客语圣诗，最后一首是美浓的歌调哈，美浓的曲调哈，身体健壮，体力强，五调它是五调，身体健壮，从来体力勇。年度为期是那样一旦发了癫了，参与事物。爱的心，我有什么朋是错了家人心梦。天上的真神哪有这样？才多那主耶稣，有人的心是我有大真。做来个，我特别想讲感谢你，你检测我这里的囝儿有通有本伫台湾的宣告，求你主你圣神帮助阮，互阮加添阮的体力，尽阮的本分，尽阮的本事，互阮伫无论何乐，也是替家园人民，手牵手，心连心，三甲来拍拼。主你的恩典加添伫阮的心上，甲阮的教会、阮的家庭，主你的恩惠满满，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名。多谢罗牧师阮的分享，咱到阵来为客家教会来奉献来代祷，咱即时来回应上帝话，请起立。咱做伙来唱信息，信息第331首，信息331首，我做是互认真。你看，手手世界，不停。
即时咱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来书献。即时我来报告，请咱先开手报内底面，咱做伙来看动工的事况。本周动工的事况，咱请咱家己来看。咱最近来看澳洲第二礼拜，厝会邱永祥、苏琪、林世玲、交代苏佩、徐光亮、钟瑞凤、献花卢怡云、推荐丁庆、陈美华。佩西、朱里奥、音控林信光、改地是朱里奥、曾宇璇、华一礼拜苏慧、邱永祥、应拜团、招待苏佩、林鸿修、洪文香、华一是朱里奥、陈家宏。咱周间顶礼拜甲周间的聚会人数甲方向，嘛请咱家己来看。咱做伙来看本会消息。咱多谢罗德基牧师今仔的信息的分享，咱请咱为客家中会的事工的推动来奉献来祈祷。第二点，葡萄树小组第2月7号、21、28，6月4号甲6月21号的下礼拜下晡1点半到3点半，在咱的幸福会馆有举办幸福小组。主题是盼气甲找着，欢迎咱邀请新的朋友来参加。第3点，今仔下晡1点召开定期的表集会，咱请咱参加同工有决心来参加，咱嘛请双联团体的会长来甲咱列席。第4点，后出日信徒拥有退平，是师徒信经，称义与成圣，咱邀请兄弟拥有参加。第5点，小会决议要支持基督精兵协会缅甸海外宣教事工，咱要成为伙伴教会。所以咧5月20日早起10点，咧台湾新海医礼拜
礼拜天要举办，讲互师，互有差派，去缅甸的感恩礼拜，邀请兄弟姊妹到阵来参加。请咱踮咧迄落报告人遐来甲登记，咱通好安排迄落车要去迄落台神。第六点，若有兄弟姊妹还未摕到奉献的证明，请来甲干事遐地。第七点，家长市长班已经咧3月7日开始办啊，是咧拜二早起9点半到12点，总共有12周，即马咧进行中，麻烦咱的家长到阵来市长、来村长咱来甲福音乡传道来讲明。第8点，教会各个带导性，请咱以咱的家庭来做一个单位。看你是需要纸本电子档，还是用笔，请咱咧公布内底来甲填写。咱现在表面关怀改造的部分，第一点，咱请为马来西弟兄来改造伊去急诊咧治疗，求助来甲医来甲连引。第二点，咧做调养的兄弟，社会比。杨丽珠、洪文香、林前清、赖建志、林建志、林德修、郑明霞、罗金丁、徐建庭、林林女珠、苏明宇、洪分长弟兄的母亲。大爷有金文德、刘伟新、李希明、甲白许秀英，咱请甲提咱的关怀改造内底来，为咱受苦的肢体来迄落移动。奉献部分请家己看。这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咱这个老牧师有带这个咱客家的迄个金纸集场有遐差不多10几份10几份，一份160块若有需要兄弟姊妹咱嘛斗关心礼拜出了伫交代到迄个所在。这是第一点再来咱这个幸福小组第2点已经开始顶礼拜已经开始所以咱兄弟姊妹若有这咱会这个要无做友就是对咱会当要甲邀请来关好音要来邀请，会当伫即几摆拢邀请来教会，咱要伫幸福会馆遐伫迄个所在举办下晡1点半到3点半请咱来关心定义一件关好音的事工个代志。咱的遮的养育课程继续伫咧即礼拜、后礼拜拢有邀请兄弟姊妹继续来参加，以及即个广福牧师伊的囡仔拢伫咧咱遮主日学今仔广福牧师因夫妇2人去大稻埕教会募款，本来要全家去，囡仔讲我要来参加咱的主日学伊安怎来？家己坐公车拄则我有看到网络伊讲行路来啦，为即个家乐福遐行来，国小2年级的囡仔，家己行来你看，所以因咧训练囡仔，咧传，这嘛是一个宣教的迄落，下时代爱坚强的所以感谢主咱教会支持即个缅甸传宣教的事工所以兄弟姊妹，咱时间会使方便即礼拜就截止报名5月20号咱来去台湾新安天伫遐有一个回缅甸宣教彩排的礼拜。互我想到迄阵妈甲牧师来台湾伊嘛爱转去加拿大的所在报告，迄个情形，就是想想象咱会当去体会。所以第5点，麻烦兄弟姊妹，后面填写就会使你若有要去参加拜六的时间要去参加就来填写。再来，咱看台岛的部分拄则我手机嘛接到，马来真兄弟伊即马已经插管啦，病危通知嘛签落去可能有迄个败血症3星所以咱一个礼拜出了后，就可能会先去病院看一下，所以咱继续为伊来祈祷。马来真兄弟是伊拢坐轮椅来伊一支骹无起来拢坐轮椅来，有拄时啊台语礼拜参加，拄时啊华语礼拜伊是阿美族阿美族的一个兄弟，伊的家庭。所以嘛，感谢兄弟姊妹有几位兄弟姊妹真关心即个家庭
反正到漳州、金顶河，所以有住林密，有住林密都是，那么要对伊来一个，以上安尼来报告。这是咱做伙来读圣经根据罗马人书第1章第15节，咱做伙来读他们解来到进来。所以我拢决定要用口语来罗马人，所以叫我拢决定要用口语说法来罗马人。上人第513首，请起立来念。上人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今仔礼拜到这伫阮咧。
人家找你啊，我就甲你讲我好，叫着你哪会出口？我咧留拜到个过个老将，无你讲你有钱。你哪块像你讲哦，你讲听就好啊，好啊，啊你才带伊讲。好啦，你若听就好啊，我讲哦。我过个以后才出去。哦，过个以后哦，毋是要过个迄天哦。你去恁后人是要食啥？啊，就你会知迄落啊。讲不干在俺们自己。你先吃白饭。我感受人哦，啊，拄啊，就去见人参加。我是所在，我是你是台北的后边，你看，你看，我讲生意你几万多吃啦。讲要去国宾好啦，你讲要去国宾。啊，经理你要去付钱啊吼？好哦。